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2月13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今仔日是正月初9天公生，台湾手庙天坛为前一天的子时开始举办盛大隆重的祝寿仪式，由市长黄伟哲担任主祭官，恭祝玉皇上帝寿诞，同时祈求上帝公庇佑台湾国泰民安，台南气温从容。台湾手庙天坛主祀玉皇上帝，创建伫咧清朝咸丰年间，香火相当的旺盛。每到农历过年时期，就开始热烈滚滚。正月初9天公生，更加是人潮满满。庙方伫初9即暝，拢会举办庄严的祝寿仪式，要来恭祝玉皇上帝寿诞，并由台南市长黄伟哲担任主祭官，向上帝公祝寿。祈求台湾国泰民安，台南市气温从容。我想伫这个机会，要大家来到天坛，也要祈求奉香敬拜，祈求国泰民安，台南市气温从容。最重要的，咱的市民朋友、咱的乡亲，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新年新希望，诸事大吉，猪年行大运。大家新年都有新的发展，吃头路的步步高升，做生意的家业利市大赚钱，大家发大财哈！大家新年恭喜能够平安顺利。伫完成祝寿仪式后，市长黄伟哲、内政部处长陈宗彦、伫天坛董事长徐国润以及李干事的陪同下，伫庙前发送天坛开运红包。互排队领取的民众拢会当讨一个好彩头。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2月14就是西洋情人节，到入第2选区立委补选的陈小玉，上午特别推出情人节文宣，借机会来宣传家里在地文创产业。另外，伊嘛质疑嘉良界参选根本是为了国民党的利益，放弃支持伊的市区选民，所以公开呼吁嘉良界，若只伫第2选区开空头支票，不如撕掉议员，展现参选的决心。陈小玉伫放弃民进党以无党籍身份踏入第2选区立委补选以后，伊在地土生土长，坚定改革勇气，持续甲乡亲博感情，要顾大家生活来拼经济，人气甲声势愈来愈好。上午伊嘛推出上新的情人节文宣，借此凸显家里的文创产业，也就是插玫瑰来展现柔性诉求。不过，面对嘉良界参选，只伫电视顶空嘴报纸乱开支票，下晡伊伫麻豆竞选总部正强烈批评对手，若真正有决心，就应该失去议员，临时为了党的利益，拄选调得牺牲市区选民的寄托。我觉得谢龙介议员不能一直说，他不能一直跟选民说，给他8个月的时间，帮第2选区打通路、行销农产品啊，然后不然他就辞职。他一直这样子的诉求嘛，我觉得他现在就要辞职，互咱第2选区的选民感受到伊真正想要来咱家为着咱家的乡亲拍拼的决心。对，他不能只是一直上电视空嘴绝舌的，就是乱开支票啊。他必须要让人家感受到他的决心啊，所以我呼吁他要辞职。对此，候选人嘉良界人伫台北透过书面嘛考试伊年纪轻轻，虽毋知因妈妈郭秀珠当年选立委嘛无是议员，伊强调只是要争取扩大服务乡亲的机会，选立委毋免申请专利，欢迎所有人拢甲我共款来替基层拍通路拼经济。对此议会国民党团嘛呼吁对手爱尊重个人的选择。我想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第二，当然选情的好坏，人家到时间还没到，伊要是唔是也不一定嘛哦。那以国民党立场，国民党在议会人数的在少啊，有时候要表决，有时差1票2票的时候，我倒认为应该尊重
这个谢龙介个人的意愿啦吼。立委补选今年最后阶段，陈小玉定3月2号上午伫马岛成立总部，嘉隆街则是2月17号请来韩国瑜伫新市造势，炒热选战气氛。台南新闻顾文吉和乔芳采访报道。劳保基金每3天会净算1摆，每一摆拢会传出破产的危机，互基层的劳工烦恼退休的时阵会领无钱，纷纷向议员陈情。议会国民党团上午为了反映民意，除了要求中央爱修正劳保年金的制度，而且爱讲好清楚，敢是谣言，互民众会当安心。面对劳保债务一直传出收入甲支出无度拍平，甚至最近佮传出2027年劳保基金就将破产，都来引发侪基层劳工心惊惊，选择提早退休，一摆领完退休金，嘛纷纷向议员反映心声。对此，议会国民党团表示，虽然这是中央的事务、立委的战绩，不过为了回应地方的民意，党团成员拢踊跃出席唱声，替劳工抱不平，甚至质疑每年提早提拨200亿到基金，根本是政治考量，所以要求中央爱尽速修正劳保年金的制度，让民众安心。我感觉咱即卖执政党吼，劳工的劳保是千几万人，我相信在座大部分拢劳保人吼，嘛拄着阮即个问题，毋过。恁袂当退休哦，恁袂当领哦。阮这个年岁哦，莫甲我讲几岁啦，我会当领。我的会员有够会当领的，拢退到要1/10去啦。哦，可见这个问题我感觉蛮严重啦吼。那劳保是全国性问题，阮代表台南市的民意，足侪支持阮的拢劳工，我嘛爱来关心这个问题吼。会中书记长进一步用家己工作年资3档外来计算，若今日退休每个月领2万桶，不过对着这基层劳工来讲，差不多只有1万桶块，连安养的费用拢无够，所以提醒劳工家己要有心理准备。台南新闻顾文吉何乔芳采访报道。桂林区公所结合地方旅馆业者来桂林饭店签订避难收容所的资源协定，也就是当天然灾害发生的时阵，民众若是需要紧急避难，该饭店就会提供无所在通住的民众一个安全会当休困的空间。桂林地区第一间饭店来桂林饭店2月初请阮将要伫咧4月份正式开幕。这间来桂林饭店的业者非常热心公益。上午，大家桂林区公所共同合作签订了避难收容所的资源协定。饭店董事长王时传表示，又非常欢喜会当回馈地方。当紧急灾害来发生的时阵，饭店第一时间就会支援桂林区公所，无论是小的大的，拢无问题。未来哦，阮提供的服务哦，不只是房间的服务啦吼，莫讲咱签约有几间房间，佮增加讲以后。要增加的房间，阮嘛愿意做这社会公益。哦，阮不只提供房间的服务，佮会提供食的部分。啊，食的部分就是讲你有啥物代志时，阮食的部分一定会完全供应。哦，啊，完全配合咱地方的需要，这部分阮一定做会到。感谢今仔会当。我有机会来参与公益事业，谢谢。桂林区公所积极将化风灾的能量，即个透过甲在地业者签署协定的方式来进行，嘛，互在地民众增加了一个安全又个舒适的避难空间。来桂林饭店呢，刚好也有这个心来跟我们公所来合作，好，来成立一个资源协定。那如果说真的万一又发生了大规模的灾难呢，来桂林饭店。承诺至少从8个房间起跳哦，8个房间，每个房间是2人房，就是至少可以收容16个人。其实来桂林做一个资源协定，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刻的意义啦。还有一个更深刻的意义，因为咱来桂林饭店本身是02、06地震的一个受灾户。我在3年前，我们都称它为归仁的比萨斜塔，因为本身已经旧的老厝拢起啊，倾斜哦。那还好王董啊，他没有放弃这个重建的一个努力，打掉重练，重新开始。公部门甲私人企业合作，
一步一脚印来打造灾害应变措施，让桂林地区的民众伫咧天然灾害发生的时阵所受到的伤害会当降到上低。咱的新闻网只好采访报道。由知名的小白百会伫2015年所成立的小白慈善基金会，自成立以来，积极运用民众所捐赠的发票甲善款，来帮助社会弱势甲贫困的家庭。而且小白慈善基金会访视部也亲身到接受帮助的民众厝内，去听取因的心声，互因上界适当的帮助。请到小白慈善基金会百姓即群负责访视工课的善心志工再次出动，因规档拢无休困，只要有需要急难救助的案件，小白慈善基金会访视部的同仁就出动，做伙前往需要帮助案件的所在地，进行实际的关心甲了解。凭着我们小北百货的创业 slogan， 就是取之社会，回馈于社会。那希望能够回馈我们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一些关怀户这样子啊，能够有机会可以来帮助这些关怀户，要感谢我们小北基金会的董事长、执行长，还有我们董事、监事、顾问团这些伙伴的努力。那最要感谢的是我们志工部啊，将近300位志工的做我们的强力后盾。我们的流程就是有很多周边的朋友或者社会局会把案件送到我们的手上，那我们会亲力亲为来到现场勘察，然后看他们需要什么，然后借着这个他们需要的地方，然后加以做帮忙。因为遭受到家暴，一个人抚养2个囡仔的单亲妈妈，伊拢是靠家己做工课过生活，但因为工作甲家庭双重压力，互伊身体来出状况，收入变做无稳定。小白慈善基金会接到案件通报就出动，也及时互伊需要帮助。拢先说拢甲我拍，啊，我离开，我到尾我办离婚安尼吼，啊，我一世人恁2个拢无照顾，拢我家己一个人咧照顾安尼。因为我做喊人讲话，啊，感谢咱这北大家各位安尼斗3工，啊，关心阮母仔囝安尼，真感谢。除了关怀弱势，小白慈善基金会访视部嘛会带一寡学生做伙进行访视的工课，互因体会人生，同时也学习珍惜的重要。家里父母有稳定工作，就觉得自己生活过得蛮好。比起有一些人，他自己生活像有一些那种就不方便的地方，就觉得自己是过得蛮幸福的。小白慈善基金会、志工部、访视部、公关部等等的组织编制，拢是来自社会各界的善心人士自发性的参与。每一位志工的理念拢非常简单，就是希望将爱传到台湾社会每一个角落。台湾新闻网只好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人爱读册。台湾的东南亚新住民愈来愈多，台湾历史博物馆现在正展出东南亚文化特点，透过当地家乡味的菜、烹调等等饮食的特色，要让民众更加了解东南亚的文化。现场闹热印尼传统舞蹈甲菲律宾的歌曲表演，
为即届的东南亚文化特展南洋味、家乡味揭开序幕。这几年台湾东南亚新住民甲第二代的人数一年比一年搁较悬。为了互民众会使了解因的文化，台湾历史博物馆特别向各地台湾博物馆借展，透过饮食相关的文化，进一步来熟悉东南亚。那台湾本来就是一个移民的社会，所以有非常丰富多元的文化在这个地方交汇。那我们希望所有的文化在这个地方都是这块土地的一个滋养，那都是大家能够彼此相互尊重、相互包容。那第一个关键就是要多多从文化层面来相互了解。所以我们很希望说，今天的这个展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始。那也后续，我们也希望能够多跟马来西亚，多跟成大，大家进一步再把各个东南亚的文化更深入的来介绍。这届的展览上大的特色就是整个内容拢是由着新住民甲因的团体以及代表处共同策划的，完全就是用着因的角度来介绍因的文化。它是由新住民的朋友们，还有新住民的社群团体，还有这个代表处他们共同提供这些相关的文物还有内容来做这样的一个策展。所以这个策展人是属于所有新住民朋友们。那我们希望把让新住民了解台湾，也让台湾了解东南亚新住民他们母国的文化。官方嘛有计伫4月份的时阵推出南洋味的美食地图，互民众会使走访台南有东南亚风味的店家。同时配合即届的展览，嘛特别推出新住民主入参观的补助方案，欢迎相关的团体上网来申请，嘛趁这个机会会使体验台视播出任务这个充满特色的活动。台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今年因为是暖冬，所以飞机也受到影响，其中班机就提早开始开飞。除了知名白河林厝皮、甲将军区以外，高铁归零15路，200多张的班机场大约有2成已经开飞，成为新兴的赏花景点。是讲到班机飞，可能真侪民众拢会想到白河的林厝皮，但是现在其实伫高铁周边的归零15路，就因为整了200多张的班机场。所以现在嘛成为新兴的赏花景点。原本有计伫3月开始开花的班机花，现在嘛开始慢慢啊开花。园艺专家表示，受到暖冬的影响，今年班机花提早1个月来报道，预计嘛伫3月份的时阵是上好的赏花期间。我们发现了很多植物啊，它过冬的时间比较短，一下就开花。像我们现在在路上常常会看到木棉花已经在开我们的木棉花正常开花期大概3月初，到4月份的时候。那我们今年呢，因为冬天很短，气温很高，我们路边看到的木棉花都已经开始在开。那有些木棉花的叶子甚至都还没落叶，就已经在开花但是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赏木棉花的时间可以延长，因为我们现在开始可以赏木棉花。那有些木棉花叶子还没掉，过一阵子，它叶子会开始落叶，然后花苞会形成。所以我在预计今年的木棉花观赏的时间大概从2月中开始到3月底，应该都还有木棉花可以观赏。除了归零地区以外，白河林厝皮的班机花嘛开始开花相关的活动原本是安排伫后个月，但是现在嘛改到这礼拜六。另外，真有名的将军区的木棉花季，今年虽然停办，但是民众嘛会使到当地来赏花。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随着科技进步，手术显微镜已经侵入外科医疗当中。不过，一直到90年代，齿科的治疗才开始运用。根据研究，利用显微镜辅助进行根管的治疗，会当放大25倍，轻松看到目睭较歹看到的细节。大大体悬喙齿治疗的成功率。根管治疗其实就是将根管完全清创以及杀菌的过程，但因为喙齿的根管系统非常的幼而且复杂，只有靠目睭来看，真容易造成治疗无完整。基美医学中心齿科部表示，利用显微镜搭配根管的治疗，会当将环部放大25倍。大大体悬，医生查看喙齿细节的能力，也会当增加治疗的成功率。传统的根管治疗就是用肉眼去检查这个牙髓腔里面根管系统，然后我们去把它清创干净的一个过程。
但是因为根管系统它其实非常复杂、错综复杂，而且有些地方可能会有身体的钙化组织给挡住了一些入口，所以无法清到，所以我们必须要使用显微镜来辅助我们。它有几个优点，第一个就是要放大视野，第二个就是它有充足的光线，所以我们可以让牙医师更直观的去找到这个病因，然后去解决问题。比较起来的话，就是目前的文献可以告诉我们说，使用显微镜去治疗，不管是用在非手术性的或是手术性治疗，都能够提升它的治疗的成功率。齿科医生搭配手术显微镜治疗，已经是目前的趋势。不但会当更加直接的看到患部，了解病因，同时解决问题，提高治疗的成功率，为病人保留喙齿。但是目前显微镜的治疗并无纳入健保，需要自费。治疗一支喙齿的费用差不多3000到9000左右，并无俗。台联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侪云的天气，温度19度到28度，未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2月13号的中港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全，咱再会。